今次講嘅就因果報應，主題係圍繞天命、功名、心力，仲有天地鬼神嘅存在。個故事係咁樣嘅：明朝嘅時候，宜州有位讀書人叫黃用宇，為人厚道沉默，向來信奉文昌帝君。佢同當地嘅讀書人結立咗一個文社，一個社團。呢個文社喺每年嘅元旦都會喺雲中山頂嘅文帝行宮度設壇祈福。文社裏邊有兩位風頭人物，一位叫御倫，以孝順聞名；另一位係郁從周。郁從周生得英俊瀟灑，才華十分之高。喺文社裏邊都覺得兩位會係中榜嘅人物，會係將來做官嘅人。後來有一年嘅元旦，黃用宇喺文帝行宮嗰度住咗一晚。嗰一晚就發咗一個夢，佢見到一座宮殿，天下嘅城隍都帶住鄉試嘅榜冊嚟報到。其中有一個神抱住一本大冊，黃用宇就問呢位神明：今次鄉試裏邊中榜嘅人裏邊有冇黃用宇、御倫、郁從周呢？佢話冇。過咗一陣，呢個大神，呢個神明抱住記錄冊嘅神明就入殿稟告帝君。冇幾耐，呢個神明走返出嚟，就發一個命令，通知各地嘅城隍，如果知道有積陰德嘅人家，有品行賢良嘅子弟，速速報到。呢個時候，黃用宇喺宮殿門外，突然之間就聽到有人傳叫佢黃用宇入見。咁佢就好恭敬咁樣入去拜見帝君。帝君就同佢講：功名事係天曹嘅秘密，唔可以輕視。因為你以至誠心供奉我10幾年如一日，所以而家同你講，天曹甄選讀書人嘅原則。你嘅祖父係一個誠實嘅人，樸實、謹慎、自食其力，冇爭過人任何嘢，所以已經注咗你嘅香科得中。但係因為你平生求神拜佛都係講緊功名同埋夫妻嘅夫妻嘅健康，妻子嘅健康。對於已經孤獨一人嘅母親，從來未祈過福，所以有降你
降你2科，你會中下榜53名。聽到我嘅説話，你就好好改過，唔好再觸怒天心。咁黃用宇聽到就叩頭謝罪啦。帝君又同佢講：今次鄉試嘅第1名係你哋文社嘅周吉。黃用宇就諗：周吉呢個人十分之怕事，文章又寫得好一般，點解會係佢？